台湾光复过後，高雄六季嘅共農產業已經無按發展咧。國民政府落葉搶轉型發展林班體，推動多草林、多倒樹嘅、多舊區，也上多嘅林業政策。睇草 TV 所嘅六季山上，做山嘅人以下嘅路多加改多，也下高雄客運六季站附近呢，佢當時還發展出嚟專門有規模嘅商業街區，佢度靠山林產業起烘起來嘅建築。都經還看得到。日治時期，太興的練基還前有，所有都數位細條來以私人力來完成。呀，這基要弄50條，這5尺長，這都太數，都太數基下來這這呢，一個人用單條的，這弄50條這日本人發明的，這太坡。太破，樹嘅個太破開來，用自然上破開來嘅太破。你學法術敲樹嘅，日本法術注入啊，呀，太樹啊敲，不有力，也差唔多2000斤以上嘅力量啊。今年84歲張玉順，操作多數嘅攻擊相當有精神。伊講睇嘅領土hand前拓寬的年代，每條倒下來樹位，如果先用鋼索搭背痕，再用木馬天拖到山腳，也俾到運送順利，還會強下衝個位，幫每啲人嘅動作都做強用。樹時咩教個貢獻啊，5、6個人，我衝過嘛，又到開下咧，出嚟下啲多咧，又出嚟下啲，睇下嗰樣嘅，嗰火嘅力量，100就上1寸，2寸1寸，200畝半寸。從政府標下來，我們是賺了一點工錢，叫來一些工人，多的時候還有100多個工人，而且慢慢的把這個整地一處一處的完成之後。差不多留下來也有40-50人，一直經營下去。在最興盛的時期，台灣六桂這邊的同時有好幾個林班在動，有好幾家的木材的承購廠商呢，在這邊設置相關的一些土場去販售。林試所六桂研究中心指出，1905年六桂地區嘅人口係4500個人，但是到1970年。全台買賣數位販嘅都六桂做生意，人口規模達到23500個人，係1905年嘅5.2倍。因為人口增加消費，六桂嘛出現嘅大規模嘅商業街區。以前酒家，有酒家哦。講我喺當改建嘅啦，2000罐。2000罐啊？2000罐。也有係麵店嘅，賣麵嘅，賣出麵嘅店嘅。全盛時期嘅六桂山上有10間利沙、10間鐵條南無店，還有2間戲院。也做俾睇新民街巷嘅馮坤園，喺日治時期為到規範原住民，特別設立的山體交易所。那所謂交易所，就是他希望原住民所捕獲的獵物，可能包括一些他們的山羌啊、老鷹啊之類的，或者是他們的農作物，包括小米、紅豆等等的，都必須拿下來到這裡來做交換。那交換可能它可以換一些錢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這裡換一些鹽啊、米啊、酒啊、煙啊等等的，它是對於原住民是有這樣子的規範。全國嘅強勢的西沙市入到嘅高雄客運嘅六桂轉運站，93歲羅中發又到山康共農，馬試做過六桂鄉退費嘅秘書，以人生見證嘅六桂三拿嘅產業喜樂。也就用希諾基為嘅為主題茶站，前身係1929年由日本人池田兵太郎起嘅池田屋里沙。當時除了作為日本式軍人、警察合宿嘅用途，嘛喺地方上重要嘅休閒娛樂場所。人家攀你功夫啊，
还是公务啊，无摕好带点位啊。它还兼为酒店。好，那因为娱乐嘛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可能有一些日本人就会来这，包括住宿，然后包括饮酒作乐这件事情。那在这里出入的，要到山上工作的，或是山上下来的这些工人，也都会聚集在这里。在山上工作的，大概都是比较辛苦、比较郁闷的哦。然后他们希望说赚钱那么辛苦，他到底下来的话，就喝喝酒，做一些比较休闲、比较能够去弥补他山上比较辛苦的这个工作，去达到一个平衡。1991年，政府全面禁止天然钠开发，高山雪山的移民渐渐搬走位，也睇街巷路间活嘛，大部分无人使用，有一行专卖一下树看唔到嘅世界的繁荣。一趟事發生喺三亞嘅靈異故事，更加搶走得俾我睇到一批人嘅記憶度。啊，你啊，板呢，那板呢，哦，那树上面那记得。